早安。这么一大早叫我过来干嘛？三明治。花儿。终于开窍啦！开心吗？开心。还有更开心的。要出去玩吗？走吗？走。好玩吗？好玩个毛线球好玩！啊，早知道要受这份罪，半路上我就把这玩意儿给扔了。你还行吗？你别跟我说话！你把我拐到这种地方来，到底要干嘛呀？你要是嫌我胖，你就直说嘛你。那不行，我背着你。不要。那你拉着我。不要，我自己能爬。你烦死了，吓死人了你！我怎么睡着了呀？啊，我的瓶子呢？看样子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呀。哎呀！过来喝点茶吧。本来呢是不想和你说的，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露水啊是不能喝的，因为现在污染太严重了。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上次我就随口一说，谁想到你就当真了呀？下次麻烦你把话说全了，行不行？不过也还好有这么一说，我才知道原来你还有这么认真的一面。你就这么在意我呀？我才不在意呢。哦，是吗？本来还想带你去一些真正无污染的地方，但既然你这么不在意，就当我没说了。我在意，我在意。去哪儿？我想去。比如西伯利亚的勘察家呀，挪威的斯瓦尔巴德，秘鲁的阿林科纳达呀。你干什么？找手机记下来啊，然后打印出来找你签字儿，真你赖账，浪费我感情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说吧。你倒是说。维柔，你可真会挑时候打电话哦。什么？6.8级地震，温让清要去参加医疗队？